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紅燈區，我係阿 Ben。嚟緊嘅星期日有11場賽事，咁係草泥嘅場合嚟。咁喺節目開始之前，提一提大家，本節目只提供個人意見，並冇呢個投注要約嘅。咁大家可以作為參考。如果大家中意嘅節目，就請訂閱、俾 like 同 share。咁今日提供咗2場賽馬俾大家作為心水推介。分別係第2場嘅直路賽4班嘅1000米草地賽，同埋第3場嘅5班嘅1600米草地賽事。咁先講第2場先。咁第2場我嘅心水推介呢，就係1號嘅加冠王、8號嘅常常發財，同埋9號嘅拉合爾。咁我哋先睇第一課集先。咁大家可以睇到前面黃衫呢就加冠王，後邊呢藍色帽嗰個就標誌極光。咁標誌極光係一隻勁馬嚟嘅，喺上場9月7號嘅沙田賽事已經拎到第2嘅，所以你見到佢起勢咁騎上嚟，但係都追唔到呢個加冠王，所以其實加冠王我覺得今次可以做首選作膽嘅。咁跟住同大家睇第2課集，係關於8號嘅常常發財同埋9號嘅拉合爾嘅。咁呢課集呢，又係直路賽嚟嘅，紅帽呢嗰個就潘頓騎嘅拉合爾。而綠帽呢，就係楊明倫騎嘅常常發財。咁我哋會見到呢，其實佢哋基本上能力上都有分別嘅。你見到潘頓呢，就拉合爾基本上輕輕推騎就已經自動上啦，而後邊個常常發財其實俾人拉開咗段距離嘅，但係可取之處係佢一推騎有反應嘅，所以呢兩隻基本上都唔可以睇低咯。咁睇過咗3隻馬嘅試集之後呢，咁再睇翻第2場嘅排位呢。其實加冠王14檔呢，佢喺外欄，佢只要正常出閘，沿住條外欄直線咁跑，按照翻頭先試集嘅速度呢，基本上贏面就好大。而其次就係潘頓嘅9號拉合爾，因為始終5檔要拉翻隻馬埋翻個外欄，唔知會唔會內閃。而再次選就係8號嘅常常發財，所以今場嘅推介我會係1號加冠王會買1 win 1 pay， 單 T 就1號、8號、9號，二重彩就會用1號嘅加冠王做膽拖8號同9號嘅。咁跟住講第3場5班1000米嘅賽事。咁呢個賽事呢，我喺9月23號呢就有條 link 係講過嘅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呢，可以撳翻9月23號條 link 度聽翻嘅。咁我今日主要係講翻3隻重心馬。咁樣3隻重心馬分別係6號嘅快樂老窩、10號嘅富裕君子同埋9號嘅無極用將。咁我哋睇翻快樂老窩課試集先啦。咁而家第2位係快樂老窩。前面嗰隻放頭嗰隻就係新強福盈，咁咧見到畫面上咧，新強福盈係唔夠快樂老窩嚟嘅，睇下拱幾下就已經去晒啦。但點解咁勁嘅馬上場會輸咧？就因為上場係輸內欄不利地，而嗰隻客家之光咧再出已經再贏啦。所以只要禮拜日星期3係利快放嘅話咧，基本上快樂老窩係贏硬咁滯啦。所以我個人嘅心水推介呢，就以6號嘅快樂老窩做膽，咁就10號嘅富裕君子同埋9號嘅無極勇將。咁第3場嘅心水呢，就會買6號快樂老窩嘅 win pay 啦，單 T 就會係6號同10號同9號啦，二重彩就會攞6號嘅快樂老窩做膽拖10號同9號嘅。咁重點我過關個推介呢，就係第2場1號加冠王拖3場6號嘅快樂老窩 win 就10蚊，咁pay 都10蚊，咁總支出就20蚊。咁希望大家禮拜日贏多啲啦。咁多謝大家收聽我嘅節目，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